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心靈需要與關懷之生命的掌控。喺一次探訪嘅時候，姑娘轉介咗一位中風嘅男病人，希望院牧能夠關心佢嘅情緒。喺傾談之中，知道呢位中年嘅男病人係家庭嘅支柱，而今次中風因為右手邊嘅身體活動得唔係好靈活，但係佢覺得只要多啲嘅練習，佢身體必定能夠盡快嚟到康復出院。所以對於院牧嗰個嘅關心，亦都對院牧對佢分享嘅信仰，佢都未必能夠有任何一啲嘅感動。經過一段嘅時間，中年男病人發覺心口突然間有啲嘅疼痛，亦都好似翳住嘅感覺。經過診斷，發現佢血管有血塊嘅形成，亦都有阻塞嘅情況，生命變得有一定嘅危險。經過醫生同埋醫護嗰個嘅治療，佢清醒過嚟。院牧再次嚟到探訪佢，再次提到信仰。佢開始發現生命嗰個嘅無常，人嘅有限，知道自己並唔能夠掌控生命，一切都係在乎一位創造主。佢再次謙卑落嚟，重新認識呢個嘅信仰。同時喺呢一次嘅經歷，佢更加去改變佢對家人嗰個嘅關心。佢變咗好因着有呢一份神俾佢嘅愛，佢唔再去為到自己嘅人生嚟到去將來，佢願意將時間去多啲俾家人。而且佢喺身體漸漸嘅好轉嘅時候，呢位中年嘅男病人出院之後，佢都開始跟朋友嚟到去返教會。喺中年男病人呢一次嘅經歷，讓我哋去知道，人生總係有預期不到嘅事情發生喺我哋嘅身上面。單憑我哋自己嘅能力係唔能夠去面對，因為人總係有一定嘅限制。唯有主耶穌基督能夠醫治同埋改變我哋嘅人生，給予能力我哋去到跨過同埋面對。親愛嘅朋友，如果你對律敦治醫院院牧事工係有想更多嘅認識，歡迎你剔入去呢一個嘅 QR code，可以了解更多。多謝各位。